买这个车送我。哦，别，黑白黑白，我胜利！一跟一个告白。不可能，我爱出话，我就花了，我价。可能我甲伊可能都乱讲话，那就好了。我都乱讲话，无可能，你这啥都无。乱讲话啦！签名，今摆礼拜我办签。跟去你他妈有事啊！你是在。较轻你啊！恁这是吼酒后咧吐真言啦，啊嘛是恁吼家己的心声啦，啊！好你加载，我无签名。芳个啊，你比一个赞我看卖。哦，啊，这就是你长的啊。好啦，老师讲我无偌笑咯，啊过伊一定会偌笑。老师讲我无偌笑咯，啊过伊一定会偌笑。像讲诶，我偏不。真的哦，真的哦。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啊，这是我做人的道理。可是我真的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答应的。我会记。你哪样啉菜罐？是啊，细声的啊。是我秘密啦，当作无看的好无？你是糕饼师傅，我不怕味觉坏掉。糕饼师傅，像这种跨水小的扛。所以就要这样喝哦。无咧，我要做遐个会怎啊？啊，无人要买啊，无恁来开去。我讲实的啦，看恁甲伊讲迄百个吼，迄办甲尔请的。我廖准讲真好食，重新开始。想到好是面盲尔啦。啊，互你甲看，一张啥啦？这嘛是咧算的，算的。如果我也签，你就不要再这样喝了。你敢不敢？很家己啊，签吗？我带你签吗？签吗？签吗？那就唱你看，阿比啊！讲嘛。你写靠啥？我挂着我嘴啊！
看啥啦？